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天气一冷，手脚就容易冰冷发麻，走路没多久就觉得气喘吁吁，好像血液不够顺畅。许多长辈常常把这现象归咎于年纪大了，却忽略了这些看似小小的不舒服，其实与血液循环有很大关系。当血液流得不顺畅时，心脏要更用力工作，血管也承受更大的压力，久而久之，中风或心肌梗塞的风险就会增加。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资料，心血管疾病长年高居台湾10大死因之一，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说，更是需要特别留意。但您知道吗？在日常饮食里，有一种非常平凡的食材，却能默默帮助我们的血液保持通畅，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那就是餐桌上常见的黑木耳。大家好，我是林医师，行医超过30年，长期在社，去门诊陪伴长辈，面对各种健康挑战。我常常看到，明明只是餐桌上一盘简单的凉拌黑木耳，却能在长期坚持下对血管健康带来明显的改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想和大家特别谈谈这个常见却常被忽略的好食材。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如果觉得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若觉得没有帮助，请输入0。请您一定看到影片最后，我会分享一个简单的小秘诀，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把黑木耳融入每天的餐桌，不需要特别麻烦就能守护血管。那么黑木耳究竟如何帮助血液循环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它的第一个好处开始谈起。黑木耳之所以被称为素中之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富含多糖体和膳食纤维，这些成分能够帮助血液中的脂肪与废物代谢，让血液流动更加顺畅。当血液像清澈的溪流一样，能够自在地在血管里流动，心脏就不需要额外用力，身体自然会感觉轻松。在门诊里，我常遇到一些长辈跟我分享，说自己长期手脚冰冷，尤其冬天的时候更明显。但当他们开始尝试把黑木耳纳入日常饮食，比如每天早餐加1小碗凉拌黑木耳，或在炖汤里放一些，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手脚暖和了，晚上睡觉也比较不会抽筋。这些改变虽然不是立刻见效，但日积月累，对血液循环确实带来了帮助。除了改善末梢血液流动，黑木耳也能帮助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当血液不再那么浓稠，血管内压力减轻，红血球也能更容易把氧气送到全身。对于年纪渐长的朋友来说，这个种微小的改善，往往就是生活品质的关键差别。或许您也会想，除了让血液更顺畅之外，黑木耳是否还能在血管本身的健康上发挥进一步的作用呢？除了帮助血液流动更顺畅，黑木耳另一个珍贵的特点就是能减少血小板的过度凝集。简单来说，血小板就像是身体里的小工人，负责在受伤时帮忙止血。但如果他们太热心，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也彼此粘在一起，就可能在血管里形成血栓，阻塞血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辈明明没有大病，却突然中风或心肌梗塞。黑木耳中含有天然的活性成分，能够让血小板的活性维持在平衡状态，不会过度凝集。换句话说，它不是完全阻止血小板的功能，而是帮助它们刚刚好的工作。对年纪渐长的身体来说，这种平衡格外重要。在我的观察中，有一些长辈在饮食中固定加入黑木耳，检查血液流便学的数值时，血液的粘稠度比以前下降了。虽然这并不能取代药物治疗，但却是一种简单而日常的保养方式，特别是对于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朋友，
这样的小改变可能就能在不知不觉间降低突发风险。不知道您平常是否也有吃黑木耳的习惯呢？是凉拌、煮汤，还是和其他蔬菜一起炒？欢迎在留言区分享，让大家彼此交流经验，也能给更多人一些新的灵感。或许您会好奇，既然黑木耳能让血液更顺畅，也能减少血栓风险，那么当它长期成为饮食的一部分时，对整体血管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起一位70岁的陈妈妈，她平常非常喜欢下厨，3餐都要自己准备。几年前，她的健康检查发现胆固醇有点偏高，血压也开始不太稳定。虽然医师建议她要多注意饮食，但她常觉得我平常吃的不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于是并没有太放在心上。直到有一次，陈妈妈在市场和朋友聊天，听到有人说黑木耳对血管不错，可以让血液更顺。她起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在每天的餐桌上加一点黑木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切成细丝，和小黄瓜一起凉拌。有时候煮汤也会顺手放一把，慢慢的这个习惯就固定下来了。几个月后，她回诊检查时，医师发现她的血液检验数值比之前改善了，不仅血脂下降，血压也比以前稳定。陈妈妈自己也感觉到白天比较有精神，走路不会那么容易气喘。虽然这些改变不是一夕之间发生，但她知道正是这些小小的坚持带来了不同。陈妈妈后来常对朋友说，黑木耳真的不贵，也不难准备，每天加一点，对身体好像真的有差。这样的经验让她更加相信，日常饮食里的小改变累积起来，能对健康带来很大帮助。既然黑木耳能在日常生活中发挥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它对血管的保护力究竟是如何展现出来的呢？对年纪渐长的朋友来说，血管健康往往是最需要留意的。随着岁月累积，血管就像水管一样，容易因为压力或沉积而变得僵硬。如果血管失去了弹性，就不容易随着血流调整，压力会直接作用在心脏与脑部，让高血压、中风的风险悄悄升高。黑木耳之所以被视为血管的清道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含有丰富的多糖体和抗氧化成分，这些物质能帮助减少自由基对血管壁的伤害，让血管维持应有的柔软度。换句话说，就是帮助血管不生锈，能够比较顺畅地完成输送血液的工作。在我的临床观察中，有些长辈平常因为血压偏高，容易觉得头胀、头晕，但当他们在饮食中固定加上黑木耳一段时间后，这些状况变得比较少。虽然不能说单靠黑木耳就能解决问题，但它确实能成为保护血管的一份小帮手。很多人常觉得保养血管需要靠昂贵的保健品或药物，其实不然，日常餐桌上的食材就能提供身体稳定的支持。黑木耳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血管维持柔软有弹性，不仅心脏负担减轻，脑部得到的血液也会更稳定，整体精神状态自然就比较好。听到这里，或许您也在想，如果黑木耳能让血管保持健康，那么它对肠道或其他系统会不会也有帮助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部分。除了血管以外，黑木耳对肠道也有不小的帮助。很多长辈告诉我，随着年纪增加，肠胃的蠕动变慢，排便不像年轻时那么顺畅。便秘不仅带来不舒服，长期下来还可能影响血压和心脏负担，因为体内的废物没有及时排出。黑木耳富含可溶性与不溶性纤维，可溶性纤维像海绵一样能吸收水分，让粪便保持柔软；不溶性纤维则像扫把，帮助肠道蠕动，把废物顺利排出。两者搭配起来，就像为肠道
安排了一组清洁工，让环境保持前进而稳定。临床上我也看过一些习惯固定吃黑木耳的朋友，他们多半排便比较规律，精神状态也更好。这并不是夸张的效果，而是因为肠道顺畅，身体就不会一直被内在的负担拖住。对年纪渐长的朋友来说，这样的改善特别明显。另外，肠道健康还和免疫力密切相关。肠道就像我们身体最大的防线，如果里面环境稳定、菌群多样化，整体抵抗力也会提升。黑木耳的纤维能成为益生菌的养分，帮助好菌生长，让肠道维持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研究都建议多吃天然纤维的食材，能对整体健康产生长远的影响。或许您也会好奇，当黑木耳同时照顾到血液、血管与肠道时，它背后到底有什么共同的原理？接下来，我想用简单的方式把这个机制整理清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黑木耳能帮助血液流动顺畅，降低血栓风险，还能保护血管弹性，改善肠道功能。或许您会好奇，这些效果之间是不是彼此有关联？事实上，它们背后都连接到一个核心原理：纤维多糖体与抗氧化的协同作用。首先是纤维，黑木耳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不仅能帮助肠道蠕动，促进排便，还能在肠道中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胆固醇和脂肪的吸收。这同时对血糖控制与胆固醇管理都有正面帮助。换句话说，肠道健康不只是局部的改善，而是直接影响到血液和血管的稳定。再来是多糖体，这是一类天然化合物，能够调节免疫反应，减少体内发炎状态、长期、轻度发炎，被视为许多慢性疾病的根源，包括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黑木耳里的多糖体就像一个缓冲器，帮助身体维持在平衡的状态。最后是抗氧化成分，随着年龄增加，自由基对血管和细胞的损伤会越来越多。黑木耳中的抗氧化物能中和这些自由基减少血管硬化的速度，也保护脑部与心脏的细胞不被过度消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在固定食用一段时间后，觉得精神比较好，体力比较稳。把这三个因素放在一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黑木耳能同时对血液、血管、肠道甚至免疫力都产生帮助。它不是单一的保健品，而是一种在日常餐桌就能出现的天然支持。听到这里，您或许也想知道，既然黑木耳有这么多优点，那么在日常生活里该怎么吃才算真正发挥效果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部分。很多朋友会问我，一施黑木耳虽然好，但到底要怎么吃才算真正有帮助？其实黑木耳并不是什么昂贵或稀有的食材，它常常出现在餐桌上，只要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发挥最大的效果。第一，建议尽量以新鲜木耳为主，而不是过度加工的产品，因为新鲜木耳的纤维和多糖体含量比较完整，加工品往往会加上过多的盐分或调味，反而削弱了它的健康价值。第二，烹调方式要清爽。许多长辈习惯把黑木耳炒得又油又咸，这样虽然下饭，但油脂和盐分过高，会抵消它原本的保护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黑木耳加入凉拌菜或清蒸料理，既能保留口感，也能保护营养。第三，搭配其他食材效果更好，比如说黑木耳和黄瓜、胡萝卜一起凉拌，不仅纤维量更高，颜色搭配也让人食欲更好。有些朋友也喜欢把它和燕麦或糙米饭搭配，让整餐更有饱足感。当然，分量也要拿捏，一天大约1小碗的分量就足够了，不需要吃到很多。重点是持之以恒，因为健康的改变
往往不是来自一次大量摄取，而是每天的小习惯慢慢累积。或许您也有自己的方式把黑木耳融入日常生活，不知道您平常最喜欢的吃法是什么呢？欢迎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也许您的做法能成为别人的灵感。到这里，相信您已经能清楚感受到，黑木耳不只是日常餐桌上的配角，而是对血液、血管和肠道都能发挥作用的重要食材。那么今天的重点，我想帮大家整理成3个简单的原则，方便记在心里。第一，固定摄取，但不用太多，每天1小碗的黑木耳就足以提供丰富的纤维和多糖体。重点不在于量，而在于能否持续。就像每天散步一段路，长久下来才看得出差别。第二，选择天然，避免加工。新鲜木耳或前木耳泡发后，营养最完整。相对地，腌制或罐头产品往往含有过多盐分，对心血管反而是额外负担。第三，搭配多样化饮食。黑木耳本身好，但若能和蔬菜、全谷类或其他富含纤维的食材一起食用，效果会更全面。健康永远不是靠单一食材，而是靠整体习惯。这3个原则看似简单，但如果真正做到，就能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稳定地守护心脏与血管。当然，在影片最后，我还答应要分享一个小秘诀，让您更容易把这个习惯维持下去。这个方法往往是很多人忽略的，但却非常实用。朋友们，我知道改变饮食习惯并不容易，尤其是黑木耳这样的食材，虽然常见，但要每天都记得准备烹调，对不少长辈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不过，请您相信，一点点坚持就能带来很大的差别。今天我们谈到的重点，其实只有一句话：黑木耳虽然普通，但却能在无形中帮助血液顺畅，保护血管，改善肠道。如果能让它成为生活里的常客，健康就多了一份稳定的保障。在结尾，我想把一个小秘诀分享给您，不妨在冰箱里固定准备1份已经泡好的黑木耳，分装成小盒。这样一来，无论是煮汤、凉拌还是搭配主食，都能随手加一点。当这个动作变成习惯，就不需要每天再花额外的力气去提醒自己。能够一起守护健康，比什么都珍贵。如果这段影片对您有帮助，诚挚邀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希望您能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人，让关心传得更远。本影片仅供一般健康参考，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如有疑虑，请务必向医师或药师询问。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能安心享受餐桌上的美味，把平安和健康带在身边。